鄭月娥同官員拍片回顧2019年嘅社會動盪。林鄭月娥話要走出困局，作為行政長官責無旁貸，希望香港喺新一年可以重新出發，社會早日復和。黃典晴報道。月中北京述職後一直未有見傳媒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2019年最後一日，透過政府新聞處發放短片，回顧過去一年。2019年，香港經歷咗前所未有嘅嚴峻挑戰，因反修例而引起嘅社會動盪，持續咗超過半年。大家都好想盡快走出困局。面對呢個情況，市民覺得痛心、焦慮、失望，甚至憤怒。作為行政長官，我責無旁貸，我會虛心聆聽，為社會尋找出路。過程中，我哋亦會堅守一國兩制嘅原則，同埋維護法治呢個核心價值。要香港穩步前行，政府除咗要處理面前嘅困難，亦都要承認我哋制度上嘅不足，同埋社會多年嚟積聚咗嘅深層次矛盾。亦都有其他官員參與拍攝。